我今日收到平台嘅一則警告，令我覺得非常之無語。佢話我嘅視頻裏邊含有用戶無法聽懂嘅語言文字，判定我呢條視頻違規，要我必須添加中文字幕。但係大家都知道，我係廣州人，我係講粵語嘅，我嘅所有視頻裏邊都係粵語嘅表達。佢竟然話我係無法聽懂嘅語言文字，我真係覺得好憤怒。我係廣州人，粵語係我嘅母語啊！而家全球有將近1.2億嘅人口都喺度使用粵語，廣東省約1億嘅人口裏邊講粵語嘅就有6700萬。而國內啊，除咗廣東省之外，仲有近3300萬嘅粵語使用者分佈喺廣西同埋港澳地區，而海外嘅廣府華僑同埋華人就有700萬咁多。粵語點會係無法聽懂嘅語言文字呢？無論你點樣話我違規，我都會繼續講粵語。但講開又講啦，粵語而家真係面臨一個失傳嘅情況。今日我哋行喺大街小巷，粵語嘅聲音係越嚟越少啦，甚至好多嘅細路哥喺學校裏邊講普通話，喺日常生活裏邊都慢慢改晒口，甚至唔識講粵語啊，離晒大譜。屋企人講粵語，佢哋就講普通話去回應，甚至成家人一齊遷就個細蚊仔去講煲冬瓜。其實啊，你會發覺而家好多嘅粵語表達、粵語讀音同埋歇後語、粵語兒歌等等，已經完全係處於一個失傳嘅狀態啦，因為完全都冇人去講，冇人去傳承。有人話而家個個都講煲冬瓜，煲冬瓜先至係國語，粵語就冇必要啦。又有人覺得話講普通話先至係進步啊。但我想講嘅係語言佢唔係工具咁簡單啊！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啦，你出到去冇人會話你個樣生得好似邊度人就覺得你好親切㗎，但你一開聲就可以判別你係邊度嘅人。你唔識講方言，你冇鄉音，喺亂世打仗嘅時候，甚至冇人會認同你啊！語言係我哋嘅血脈，係鄉音，係家的味道啊！粵語係廣府文化嘅重要組成部分，但如今嘅粵語竟然喺本土嘅課本上邊消失，喺電視機上面消失，喺隔離鄰舍，喺大人細路把口裏邊慢慢咁樣變得稀薄。講普通話係好事，但粵語都應該被珍惜啊，而唔係二選一啊！如果我哋唔教，如果我哋唔講，如果我哋而家唔反抗呢種情況，總有一日粵語會變成博物館裏邊嘅展品，會變成我哋歷史課本上邊冰冷嘅名詞，而唔係街坊鄰里之間嘅自然交流啊！作為廣府人，我哋應該要時刻謹記自己係從邊度嚟嘅。我哋唔單止要講，仲要將佢傳承落去，喺屋企、喺街頭、喺每一個可以開口嘅地方去講，去令粵語繼續活着，繼續響亮。呢個係我哋呢一輩人嘅責任啊！所以懇請大家可以點讚轉發呢個視頻，令更多嘅人知道傳承粵語，一齊講粵語、傳粵語、撐粵語，唔好令粵語呢一門語言失傳，唔好令我哋嘅鄉音失傳。